困是天下第一大补，误过你可能当列供这个上好的补药，变作毒药。我是陈医师，注中医内科领域已经有35冬的临床经验矣，自己10冬来，我驻诊所内地看过几若千个病人，对少年家到老大人拢有。我专门看困眠障碍、自律神经失调、隔慢性疲劳的症头。针剂人来揣我的实证，拢共我讲同款的代治。晨一湿，我困8点，中游是足无精神，起床汗颈酸，肩胛骨硬邦邦，归宫拢软趴趴。诸家拢详讲，是误是困无垢。我共应讲误是啦，是你困的方式误注意。如果你今载暗无听煞，明载再早起来遐迩疲倦，可能就是你的身躯咧求救的信号。我误是咧供你经。这是我住诊间看着上计的现象，有3项物件。若是你逐名拢共一带上眠床，因会一点一滴在偷走你的健康、你的气色，甚至是你的好运。这3项物件就藏住你的心内。无是枕头载无助，无是床铺无好事，是你的情绪。你敢8带住怨气困，你敢8月头越想，一鸣困寐去。你敢8按时静静载，越想越惊惶。若是有，请你今载按，一定爱听煞。因为我欲供，你讲按怎供遮，各独清出去，与你的困眠真正变作补药。请你供我讲，你是对头位列看这个影片的。若是你感觉这个内容有帮赞，请注下胶，拍一个数字1，若是无就拍0。勿通。放妹记得订阅软的频道，隔岸落通知零载，与你会当收足上好的健康建议。头一项毒叫做怒气。我有一个病人，医叫阿美，38岁，做办公室的，待制作无煞归明困寐去。若困住嘛，是咧眠梦内供人相骂。医来揣我的时，目肘红红，嘴苦苦，头壳痛甲，欲炸开。我共1把脉，发现医的肝火旺，甲轻，像火炉咧烧。中医有一句话：怒伤肝，肝主疏泄，肝住咱的身躯内底，倾向一丛大树仔，爱会当伸展，会当透气。不过当你带住怨气受气去困，这从数载就与风压落去矣。意欲展昧开，欲疏昧出，久来久去就变作气郁。气郁会暗者，会化作火。中医讲肝郁化火，就是暗而来的。你若按时供怨气，火气带上床，就倾向供你的肝叫来半明加班，一根本无法度歇困。你的肝无歇困，你的身躯哪会补会助？我住临床看过针剂人怨气入困的人，第2宫起来，目肘花花，头壳痛，嘴苦，口乾，面色青青。有的人隔会胸坎排，晦气长长，这个拢是肝火上炎的症头。我供阿美讲，阮中义有一句话：夜里的怒是会住梦中变作火焰，供你的精气神烧于了了。一听注煞刘牧史，因为18连，谢己若各月，拢是带住，不甘怨叹去困，结果煞与家己愈来愈无精神。我教一个方法，困境前放落来，无管发生啥，勿代治，拢共一讲，代治已经过去矣。我的健康格较重要。深深吸一口气，与侠个怨叹对嘴呼出去，100、200、300。阿美照做1礼拜了后，困眠改善针剂，目肘勿隔红，嘴勿隔苦矣。你若嘛有这款症头，请你今自按困，进前世看命。第2项毒叫做忧思。林太太52岁，住台北做会计，逐宫烦恼，功课简载翁婿，按时翻来翻去，困寐去，食饭嘛，食无落。医来揣我的时，面色黄黄，无气无力。我共1把脉，
发现一的脾气真虚。中医讲，思伤脾，忧伤肺。脾是咱身躯的造胶，负责煮食物，变作气血，与逐个器官拢会，当食助营养。若是你按时一直想，一直烦恼，就是供这个造胶的火慢慢举予熄去。想看蜜，若是你连煮饭，勿过炉仔火愈来愈细蕊，饭敢煮会熟，煮未熟，你的身躯就无营养通补。这个营养若无够，你就会食无落，消化无好，面色黄黄，四肢无力。林太太供我讲，一常常按时躺，咧眠床顶，脑袋瓜仔倾向，走马灯咧转，想着旧年的账无结清，想着后个月减载的注册费，想着翁婿最近心情无好，想假眼头结落来，天骂光矣。我供一讲，按时的烦恼其实是咧偷食你明仔在的力气。中医有一句话，脾主运化，喜造恶湿。若是你一直想，一直忧，脾土就变作湿湿糊糊，倾向一块烂泥仔，哪会有法度运化？结果咧，你食啥物，拢无法度，吸收气血生媚出来，你就会感觉足，功拢足，疲劳，感冒嘛，真紧。好。这款人面色看起来雾黄黄，无彩度，就是脾虚的表现。我教林太太困境前做一个练习，目肘闭起来，甜甜载念300，一切放落来，100念上，深吸一口气，对腹肚吐出来，与你的脾肺歇困，与你的气血会当转来。1个月后，林太太隔来揣我。一讲一以精媚，隔半明想东想西矣。食饭嘛，隔教有滋味；面色嘛，红润真气。若是你嘛是这款爱烦恼的人，请你试看蜜，困境前与加急的心静落来。第3像毒，叫做恐惧。你感八遮，款感觉，按时静载的时阵，你越想越惊惶，经明载。再会出代志，经功课作媚，好，经身躯会变歹，金钱无够用。我有一个病人，一姓陈，35岁，做业务的，驼胃拢经，啥物拢经，按时归个拢，困寐去，归功心悸，手抖，腰酸背痛，我共一把脉，发现一的肾气已经漏甲足严重。中医讲恐伤肾，肾藏精，精就是咱生命的本金。若是肾精无够，人就会老夹紧，头毛白夹紧，记智力退化，膝头仔酸软无力。恐惧就倾向水龙头无关于密，一滴一滴宰供你的生命存款漏于出去。你看，有的人40岁看起来倾向50岁，就是因为一长期焦虑。精黄与肾精慢慢只漏了。中医有一句话，恐则气下，意思就是讲，当你足经的时，正气会下沉，肾气会散去，你就会感觉脚手软趴趴，心肝头空空。陈先生来揣我的时，一讲一逐名，拢咧做噩梦，梦住家己欲拔落去，梦住家己欲人追，梦住啥物拢掌握昧牢，这就是恐惧入梦的表现。我供一讲，长期焦虑的人，其实足弓拢咧，加速老去。你经啥物，你的身躯就会用啥物方式来回应你。你若一直想讲会出代志，你的气血就会一直咧，消耗肾精就会一直漏。我教陈先生一个功夫，困境前，双手糗住肚，脐仔下焦3寸的所在，辖叫做气海，是咱人元气的所在。田仔共家鸡讲天昧他落来，明仔在的日头会供我今仔，日的问题解决。深深吸一口气，吸到落气海，与辖个温暖安全的感觉，慢慢再扩散。1个月了后，陈先生讲一的腰酸有改善，困眠嘛，隔觉深矣。
你若嘛有这款焦虑的征头，今在暗示看密，与家己的心定落来。好，我已经供你讲3个毒蚁：怒气、忧思、恐惧，这3项拢会影响你的困眠，甚至你的健康。这嘛，我欲教你一个方法，与你会当真正好困。这个方法叫做正念困眠法，是我对中医的观身格佛家的绝招学来的。意思就是讲，与你的身躯去困，悟过你的心神，保持一个观察者的角色。这嘛，请你放落手机仔，放落这个烦恼，咱斗阵来练习。请你天天宅躺，脸眠床顶，目肘闭起来，头起先，供你的注意力糗住你的双脚，感觉你的脚趾、头仔、交盘、交腿、交骨，感觉印的重量，感觉印咧接触床铺的感觉，勿免用力，只要甜甜载感觉就好。煞落来，慢慢载供注意力向顶旋息到你的腹肚，感觉你的腹肚咧起落，咧呼吸，一起一落，一起一落。隔来感觉你的胸坎、你的肩胛头、你的汗颈、你的面，一路向顶旋扫过，倾向用一个温柔的光慢慢载照过你的全身躯。这个过程，你可能会发现你的脑袋瓜仔走去矣，想着别项代志，无要紧，甜甜仔共益抗转来就好，勿免则被加急。只要温柔仔供注意力抗转来助身躯的感觉。中医讲神不内守，则气散。意思就是讲，若是你的心神四界走，无定根，你的气就会散去。无过，若是你会当观身，与你的心神抗住身趋顶，你的气就会收转来。收煞定这个练习，就是与你的身躯沉落去，与你的心浮起来，变作一个观察者。当你愈来愈熟手，你就会发现意，时变轻矣，身躯沉落去矣，你的困眠嘛会愈来愈深。请你今子暗示看密。刚才教你的正念困眠法，是与你的心神安定落来。这嘛，我欲教你第2个功夫，叫做归火于元。中医讲，人的心属火，肾属水。若是心火无落去，肾水无升起来，你就会心肾不交，结果咧，你就会心悸，困寐去，噩梦连连。这嘛，咱欲与心火落去，肾水升起来，与水隔火会当相交，你的人就会安困。按怎做？真简单，就是做丹田呼吸法。请你甜甜宅躺，连绵床顶，双手糗住肚脐仔，下焦3寸的所在。霞叫做气海，麻叫做丹田，是咱人元气的老家。这嘛，深深吸一口气，对鼻仔孔吸入来，感觉霞个气慢慢载落到丹田的所在，腹肚会自然胀起来，勿免雕弓用力，只要甜甜载感觉就好。煞落来，慢慢载对嘴呼出去，感觉气对丹田慢慢载送出去，一吸一呼，一吸一呼。中医有一句话，上面的火落到下底的水，意思就是讲，当你用丹田咧呼吸的时，你头可顶，暇个思虑、烦恼、火气，就会慢慢载沉落去，落到丹田的所在。暇有温暖的水，安定的气，会供暇个火包起来，化作营养。这就是水火既济，是中医养生上重要的一个境界。当你的心肾会当相交，你的灵魂就会当安心转来老家，你的身躯就会当真正歇困。我有一个病人18连泻失眠半冬，我教医做这个呼吸法，逐名困境前做10分钟，1礼拜了后，依旧会当困住矣。请你今子按马式看密。好，我已经叫你按怎好，好子困矣。这马我欲教你上尾一个功夫，按怎好，好子醒过来。真记人龙感觉，困醒是一件媚爽的代志。闹钟一吼，心情就歹去矣。
赶紧起床，匆匆出门，归宫的心情就按捺定调矣。勿过我欲供，你讲你早起头起先的念头，头起先的动作，会决定你一宫的气场。我教你3个步骤。第一步，深吸一口气，困醒了后，悟通随起来。田田仔对逼仔孔深深吸一口气，感觉狭个清新的空气入来，你的身躯与你的五脏六腑拢苏醒过来。中医讲肺朝百脉，意思就是讲早起的第一口气会与你全身的气血拢活起来。第二步，微微宰笑10秒钟，不管你心情按怎么，请你用会脚微微宰笑10秒钟。笑是上好的疏肝法。中医讲肝主疏泄，当你咧笑的时，你的肝气就会舒展开来，你的心情就会变较好。对家己讲，感谢我隔活一宫，这是真简单的感恩，悟过足有力量。第3步，慢慢宰伸展，伸展你的双手，糗旋旋，糗到天顶，感觉你的身躯轻，像春天的树载枝，咧抽芽，咧展开。慢慢直转一下你的汉颈，糗一下你的肩胛，头动一下你的腰脊，与你的筋骨拢会，当醒过来。中医讲筋长1寸，寿延10年。早起的伸展是上好的养生功，请你记得与逐个早起拢亲像春天万物苏醒按呢。你的第一个念头，第一个动作就是欲开一宫的序曲，与你的身躯慢慢直醒，与你的心情欢喜起来，你的一宫就会充满活力。好，我今载日欲供，你讲的龙讲煞矣。困是上升的修行，当你会当放落怒气，放落忧思，放落恐惧，学会正念入困，正念醒过来，你的身躯就会加己疗愈。我做一生己若石东，看过针剂人用药载治，用针灸治，拢无倾向，加己会当，好好宰困来得有效。因为困眠是天地与咱人上好的补药，你勿免食贵餐餐的补品，勿免食有够剂的药材，只要你会当好好止困，你的身躯就会加己修复，加己补起来。请你记得困境前放落怒气、忧思、恐惧，用正念观身、归火于元的方法，欲加己真正入困。早起醒过来的时，用微笑、感恩、伸展来迎接新的一宫。若是你愿易经只暗示看密，请你注下胶，留言驱血，静心困眠，与我之饮。你有列坐，我会真欢喜，因为这表示隔有一个人会当用健康的方式过日子。请你供这个影片分享与你的亲情朋友，与因嘛会当学助，按怎好好止困，好好宰活。好，今载日就到这，与咱斗阵，用平静来迎接明载在的日头。多谢你的收听，祝你一鸣好困，一世人平安。